繼續來看國防部明仔載要來舉辦着空氣冷槍射擊的比賽。比賽所使用的空氣冷槍，這個重量甲寸尺甲真的槍是一模一樣。啊，今仔日先來舉辦着體驗賽。 對準目標射擊，甚至噠噠直響。組隊進行空間戰鬥 CQB， 這是其中一款當然閣要比標準度。帶着這把特別以 T911型號來設計的空氣軟槍，希望透過一次次的射擊來訓練後備軍人的肌肉記憶。 先來看正式的比賽，國防部這邊頭一擺舉辦全國空氣冷槍競技射擊比賽，無論敢專業，TQ1電槍空氣冷槍拿在手的，動壞正負分量。你在接觸到實槍實彈的後坐力的時候，你會更能夠去控制你自己的身體，比較注重在呼吸的控制，還有關節的控制上面。那這部分其實是女性比較佔優勢，不是說只有男生可以做，女生一樣也可以做得很好。因為它不是說只是一個體能上的考驗而已，它還有就是像專注度、抗壓性等等的。透過賽事訓練戰場對抗壓力的領導，不過這邊跟他開放後備軍人參賽，一般民眾敢有機會買單來拼關鍵的。我們也會評估這幾次的，不管是初賽還是決賽，未來加入這個其他的名人，它的重量、尺寸、火控、彈容量跟真槍一模一樣，你有責任保護自己跟保護你的家人，但是要學會基本射擊，加強社會防衛韌性，阿帕奇烏鷹直升機嘛陸續上場。閣有攻擊型無人機演練，成功毀掉敵人的目標，未來展現咱台灣的國軍戰力。